温泉区为行业历史的，4年前受到新罗克风灾严重嘅重创哦。下一年又遇到莫拉克风灾，中央同县政府都认为庐山已经唔适合过经营温泉产业呗。南投县政府5月30日也正式公告废止庐山温泉区，为辅导当地嘅温泉业者筛去玻璃嘅复兴农场，重新来开辟温泉区。因为业者对呀事情冇乜反应咯，讲希望政府好好的处理后续的事情。经过渐渐的4年的时间，庐山温泉区但是重建好势的，不过因为有一道相差的危机，限价总头就要驶走。故所南投县政府已经伫5月30日正式公告，按上1整日过后要废撤庐山温泉区。当来也了解外国人客就知道东打爽。不过县政府表示，所谓废撤唔系禁止经营，系唔会再个推广理由。因为天然的地方很少了，越来越，所以就很可惜。我也会介绍朋友过来这边，如果没有的话就，你说台北的话就比较人工了。所谓温泉区的废止哈，事实上并不是说这个温泉啊，还是庐山啊，从来就消失哈。那当然不是在温泉区管理计划的范围里面呢，政府的这一些投入呢，将会相对的呢，减少。那在整个行销以及对顾客的这种信心方面呢，也会受到影响。庐山温泉区废撤，人客知道都唔判的，唔过在听业者三无乜嘅反应，因为大家其他嘅出去相关单位做得积极来处理，总头使这位补送事情。之前其实讲过要废撤的，唔係已經離開嘅，而家你講要廢除冇廢除，係不管縣政府用嚟做嘅。我们一直也在等说中央政府到跟地方政府要怎么样让我们来，就是说来迁村来到埔里，所有的配套措施要怎么样来解决？因为向公所讲，除提希望县政府明确处理庐山温泉的事情，另外促建的葡萄采替温泉业者继續服務人客，爭做得將總頭洗澡嘅影響降到清大。下個新聞，李鳳琪南投報道。